第二个修持无量心，这样已修了15量，对三界的一切众生大悲心的对境，应当平等观之。例如，儿子小时候被父母哺育，长大了，却反过来对父母进行反抗，父母不顾自己的一切真心，只是想方设法使儿子能生活在快乐、幸福、舒适之中。同样，我们应当精勤行求，使那些众生今生以来是安乐善妙的各种方法方便。一切众生都希望自己快乐幸福，唯一的追求也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修那个悲无量心，对不对？慈悲的悲，是不是？慈无量心，对，慈悲的慈嘛，对不对？慈悲的慈无量心。那么慈无量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去修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先从一开始是从那个相当就是分部分性的，就是相当不是所有的众生，就是只是一个局部性，相当就是小的范围就相当就是分类的修持的时候呢，第一开始呢就是从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修这个悲无量心的方式也好，那么在宝智仁波切的修持悲无量心的方式也好，第一开始呢从自己的母亲开始，因为自己的母亲呢能够可以比较做到然后能够可以在发愿，或者是那么就看到众生其他的众生，像比如说出生那些就马上会宰杀的那些众生作为真正的这个修持的对境来看。但是那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说的那就看不到的时候就比较看不到，能看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众生，就是比如说一个菜市场里面多少个鸡鱼这些就是宰杀的过程，这些的时候，那就是人的心就是这样，好像就有点习惯了，所以就不懂那个害怕，也不懂就是这边的这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到，那必须的这些要去想那么就是跟自己的母亲跟那些马上会宰杀的那些众生这两个相比去看，然后如果是那个众生是我的母亲的话，那怎么办？那么如果说今天我自己的母亲，那就马上要带去那个怎么刑场的话，如果我也是在旁边的话，我又没有能力救她，那么就又非常的痛苦，那该怎么办呢？等等这样去想。那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对比方面来说的，不是只是想一想而已。对于一切众生，实际上来说的，就一个你的母亲跟一切众生的重要性来说的话一样的，因为什么？都是你的母亲，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观想过十无量心，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有变成跟你的母亲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跟一模一样的一个重要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但是他们都好好的，我不用特别的去观想，以这样去想的那是不对的。一切众生都是前面我们所讲的，经常的所作所为都是带来痛苦的因，一直不断的在轮回的这种因一直在照，所以没有办法在真正的进行修善的这样的情况下，被带去刑场更可怕也更可怜的。一个母亲带去刑场，那当然是非常的心疼，也非常的伤心，但也是一个人失去了一次的生命的话，也并不是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失去生生世世能够可以解脱的这个机会的话，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不断的在造业，那么这不断的在轮回，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可以救他们的话，当然是最好。那我们也救不了他们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也这样去自己的那怎么说呢？那个为了这些众生，那么就接受悲伤的痛苦，然后去观想，然后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可以在升起这个慈无量心的修持。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对小孩的这边也有一个对比嘛，相当就是慈悲是对所有的众生要有一个利益他的这个想法也好，从思想里面利益他人的这个发心是这个。第二，行动上做了任何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到，就像一个母亲呢，对小孩做了多少个好事，母亲就不去求小孩再倒过来就回报他。但是小孩没有闭上眼之前，一直都是为了小孩而心里就是担心，心里就是痛苦，都想自己的儿子要过得好就可以不求任何回报。但是倒过来，很多的小孩来说的，倒过来又伤害父母的也是很多。如果是没有实际上的去伤害父母的情况下，那么儿子没有出息的话，一样就是伤害众生，伤害母亲的心，伤害每天到晚，母亲每天到晚都是在为他担心，为他痛苦，所以连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办法睡觉的，相当就是一个吸毒的儿子、赌博的儿子，或者是没有出息的儿子。那就母亲就从小就是好不容易一点长大的时候，母亲一天一天的，就是用自己的手来量自己那个小孩的那个大腿、小腿长大了一点点，上个月跟现在就是已经长大了一点，开始走路了，开始会说话了，等等，这种一点的，就是培养他，一点的，就是让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带着很大的这个祈愿感，带着很大的这个希望，能够可以他长大成人，健健康康小孩长大了，成人了，毕业了，然后就是有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能力了，然后呢就思想就不同，那跟父母的想法就不同了，然后呢就根本就是那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动物，就像比如说一个小鸟那么雌鸟呢，就是怎么说呢？抚养小鸟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一直在抚养。但是可以飞的那一天就是飞走了，再也回不来的。但是也许可能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人类的父母跟这个一个雌鸟养了一个小鸟，跟一个母亲呢，一个人的母亲想养一个儿子，这两个。那当然就是问一下哪一个是最好，那肯定所有的人都说人类这是最好，人类长大了不会飞走，会这样想。但是可能是也许有些儿子呢早就飞走了，就会更好一点的，那些雌鸟才是最会幸福的，因为它飞走了就飞走了，它可能是伤心几天吧，然后接下来第2年又要开始生小孩的时候，可能前面的小孩已经忘记了，因为出生嘛所以但是人类的就没有办法，妈妈是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小孩的。那尤其是自己小孩没有出息，想法不同，劝也劝不听，然后就说也说不听，那妈妈也没有能力，每天到晚也没有办法跟着他，那就是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那就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伤害。那么实际上的，然后就看得到的，有些人真的就是会殴打父母的等等的，然后偷窃，就是回来在家里偷窃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就都有嘛那这些就更不用讲。但是母亲心里呢，就是只想不管怎么样，都是只想自己的儿子要过得好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儿子的不好的行为都是自己知道，也是就把它瞒下来。甚至就是不让儿子的爸爸都知道，这种事情也是特别多。儿子做错了事情，儿子这个习惯不好，但是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最好不要其他的人知道，其他的亲戚朋友知道。然后就这些，那么儿子有的时候也不太理解母亲的心，那这个时候也是更痛苦嘛。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妈妈对儿子的这个慈爱是完全不会放下的。不会放下的，所以就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慈爱嘛，对不对？这就是母爱嘛，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就是修那个4、5良心的时候，必须得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难解万难这个也，自本做人这康中。